高雄莲池潭内面有70多年历史的旧地去互卡掉，经过半年的时间改建，变做是游客步道甲脚踏车道，规个宽潭的脚踏车道已经会当接起来了。这观光局表示，讲日后会甲本地旧山道转来，也若望前景点天空之城墙也会照原貌保留落来。 工作人员甲北口的茶库搭落水底，准备要正做好旧休困的所在。因为原地伫莲池潭已经有70多栋的旧地，今年初已经互卡掉。观光局要互宽潭自行车道接起来，正做一个圆。工程伫9月初已经完工开放，甲因过比起来，旧地挡伫路中，游客行到遮拢爱斜对外口的车路过。有游客讲，这阵的动线是加正安全，环境嘛变水。它就变成整个的环境很干净啊，而且。 它有整修过，整个都很明亮。那还有很多国际观光客都有一起过来。这两地啊，应该这个爱去做啊。我意思是讲，互伊当再修到尾啊，是爱巧伊啊，因为无所在通去休啊。 进前旧地内底400-500只牛拢占车山过伫附近的莲花池。观光局讲，春秋高两边拢有组一个生态孤岛，到时会甲牛山转来遮放。另外，进前的望前景点天空之城树也顺便义照原貌保留落来。观光局表示，莲池潭的观光人次这2年有明显的提升，亲像今年逐个月平均人次拢超过45万。现在征收好势，对带动观光会有帮助。莲池潭目前每月平均的到访人数已经将近50万人次。 未来我们将结合民间资源，持续强化景区的吸引力，带动周边跟北高雄的整体观光发展。针对民众烦恼，生态古道顶悬拢去互鸟啊占掉咧，牛拢唔敢起入休。观光局讲，已经有请人先用茶库做成步道来个古休，路尾会继续观察改善。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采访报道。